在美国，啦啦队一直是运动比赛内底真重要的一部分。这几年咱台湾嘛真流行，不过伫咧性别甲年岁区分却是搁较多元。NBA 金州勇士队有一团55岁以上的啦啦队，因每一届伫咧比赛中场的表演，拢拍拼甲因的勇士队大力加油，鼓舞队员的士气。带大家做伙来看卖。 整齐舞蹈动作，每一个动作拢正到位。金州勇士队的夜幕经典舞蹈团，一出来中场休困的舞台，全场的观众的眼光拢很起引，情绪也被带到上观点。有时阵叫好的声音，大家连音乐声音拢用要听无。 You can't believe what it's like. It's unbelievable. Just to be able to, they're happy, we're happy, everybody's happy. Sometimes they start cheering before we even get started, and we can't hear the music. 2018年成立在旧金山湾区的夜幕经典舞蹈团，每年队员竞选活动，拢吸引几啊百人参加，不过只有20多人应入选。参加条件无性别体态限制，唯一要求是爱满55岁。今年这篮球队入选的27个队员，年岁在55到77岁之间，有人已经退休，有人只是还无头路，亲像法官、律师、电脑绘图师、工程师、房地产中介等等。 身份背景拢无同，唯一的共同点是勇士国度的一份子，甲对舞蹈表演的热爱。俗话讲，台顶1分钟，台下10年功。夜幕经典舞蹈团每1分钟的表演，拢爱一直练习。一个球季差不多爱表演20到26场，每一个舞曲最少爱用12点钟以上的时间来练习。As they say, age is just a number. You can dance good. Anyone can join the team. And that's what's nice. 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